Soul Activation with Sylvia。 Hello， 你好，我係 Sylvia。 最近呢段時間，你會唔會明明冇特別事發生，但內心總覺得怪怪地？可能有莫名嘅情緒低落，身心都容易敏感，喺夜晚嘅時候失眠，難以入睡，反覆咁諗起過去嘅人同埋事，亦有可能忽然睇透咗身邊某段困擾嘅關係，某個長期困住自己嘅壞習慣，同埋不斷重複發生嘅人生課題。如果你都有呢種感覺，其實並唔係你太過敏感，係因為由5月6日至10月15號，為期5個月，冥王星正式喺水瓶座逆行。而且喺呢幾日，大家都可能有一啲衝擊，就係社交媒體忽然出現大規模嘅跌粉潮，其實都係冥王星喺水瓶座逆行，帶動網絡生態，人與人之間嘅頻率連結自動斷開，重組集體意識嘅現象。今集我哋就講解今次逆行分別喺個人層面同集體意識嘅層面帶俾我哋深層嘅影響，亦都會分享5個療癒指引，陪你安然度過呢一段轉化嘅週期。首先，我哋可以簡單理解，冥王星就係一粒帶有清道夫功能嘅行星，可以清除你內心同人生入邊所有殘留、腐敗、唔適合你嘅能量同意識。逆行代表倒流、回看同重新檢視，所以喺呢5個月入邊，大部分人都會明顯感受到以下3個情況。第一個，舊有問題重複出現；第二個，感到迷惘無力，做事停滯；第三，直覺變得極度敏銳，就好似最近社交媒體大規模掉粉，人與人之間嘅連結自動斷開，自動篩選，都係冥王星逆行最直接嘅帶動，將唔合頻道、唔再同路嘅人事物自然清理，自動分流。針對呢段能量逆行嘅週期，有以下5個容易實行嘅療癒指引，可以幫你穩定身心能量，同時順應冥王星嘅轉化力量，重整你人生嘅方向。第一個，走入內在深處。冥王星逆行將清理嘅工作轉向內在，你一直向外追尋嘅力量，其實正等緊你向內重新拾回。喺呢段期間，你不妨問下自己，你一直逃避緊嘅係乜嘢？好多時候，你嘅力量就埋藏喺你最唔願意面對嘅地方。第二個，回到真實。今次冥王星喺水瓶座逆行，正重新改寫你同自由、科技、網絡同你身邊各種系統嘅關係，就好似近日社交平台嘅人流重組，粉絲自然流失，都係宇宙幫你篩選同頻、過濾虛假人緣嘅過程。你亦都會慢慢咁睇清邊啲規則、邊啲價值觀係你自己嘅選擇，邊啲只係你被動咁接受，甚至喺度抑壓緊你。趁呢一段期間，慢慢篩選，留低真正屬於你嘅真實關係同價值信念。第三，讓舊嘅版本離去。冥王星係唔會同已經準備好離開嘅人事物拉扯，一啲你早已超越同完成嘅身份、模式、角色同人際關係，都唔需要勉強咁挽留。記住，離開從來唔係終點，佢只係讓你走入重生嘅大門。第四，
信任呢一段下沉嘅旅程。你並冇迷失，你只不過進入咗一個無人提及嘅人生階段。向下沉，向下走，唔係偏離軌道，只係你成為全新自己嘅必經之路。唔好抗拒呢一段看似混亂嘅時期，你正喺度為自己重新去塑造更強嘅根基。第五個，取回屬於你嘅力量。每一次嘅逆行都係每一次嘅回歸。冥王星正喺度帶你拾回嗰個你為咗被喜歡、被接納、感到安全而捨棄咗嘅自己。呢個捨棄嘅自己從來都冇消失過，只係等你重新去認領。除咗以上嗰5個療癒指引，仲有一個更重要嘅小提示，就係喺呢一段期間去調整你嘅神經系統，因為冥王星嘅逆行清理係會深入到我哋身體嘅細胞同神經線。有時潛意識嘅陰影浮現，加上社交、人際關係、環境帶嚟嘅變動，好容易會令到我哋覺得崩潰同難以承受。所以可以每日運用10分鐘嘅時間去進行深層嘅呼吸同靜坐，甚至只係放慢腳步，都可以幫我哋穩定情緒，唔會再被情緒淹沒。同時我哋可以同自己講，生活值得放慢一啲，我係安全嘅，我願意穩定我嘅神經系統，放下所有內在嘅不安。只要實行以上嘅療癒指引，就可以保持穩定，唔需要逼自己不斷咁提升同向前。你已經可以喺呢一段逆行嘅期間，保持更清醒、更穩定嘅狀態。講完日常可以做到嘅療癒方法，我哋就再深入少少，去了解一下逆行背後嘅能量邏輯。點解冥王星逆行會令人產生莫名嘅難受？其實背後係一套有關潛意識嘅法則。喺我哋每個人嘅心入邊，都有一堆唔想面對嘅陰影，未愈合嘅創傷，唔敢承認嘅慾望，逃避咗好耐嘅恐懼、抑壓同委屈。平時呢啲陰影會壓喺潛意識嘅底層，你感覺唔到，但喺冥王星逆行嘅時候，就會將你嘅潛意識打開，強制將所有隱藏嘅陰影浮現出嚟。呢一個就係讓到你產生突然嘅傷痛，忽然睇穿，忽然想切斷某段關係，甚至社交平台無緣無故出現跌粉，關係自然疏離嘅情況。呢個完全唔係因為你負面，而係你靈魂正喺度主動淨化同提升。而今次冥王星停留喺水瓶座就更加特別。水瓶座係代表網絡、群體、大眾意識、思想、人與人之間嘅邊界。所以今次逆行清理嘅重點有以下2個。第一，你長期以嚟麻木附和他人嘅思想，追隨流量嘅價值觀。第二，你無意識交出去嘅個人能量同人際關係嘅主權。簡單嚟講，你以前習慣聽人講、妥協、遷就、追求人氣同認同。喺呢5個月入邊，宇宙會引領你慢慢咁拾回屬於自己嘅主權。所有頻率唔夾、消耗你、唔再同你同行嘅人、思想、網絡人員、環境，都會被冥王星逐層撤離，自動咁分流。難受只係暫時，之後就會換嚟更清醒、更輕鬆、共同頻嘅生活圈子。
最後我哋就講到個體同集體意識層面喺今次冥王星逆行當中嘅共同蛻變。冥王星公轉週期係165年，換句話嚟講，今次冥王星進入水瓶座係人類此生極為罕見一次嘅靈魂轉捩點。而呢一次逆行係165年新週期之前最後一次嘅深度焚燒。你近期感受到嘅混亂、空虛、斷捨離、人際關係嘅重組、社交平台嘅人流浮動、社交媒體大規模嘅掉粉，其實都係集體意識層面嘅溫柔洗禮。水瓶座掌握網絡大眾、集體意識、線上人際關係。今次冥王星逆行，亦都係同步清理緊網絡上虛假嘅人氣、表面嘅緣分、唔平衡嘅能量交換，令整個網絡生態、大眾頻率重新洗牌，回歸到真實。更重要嘅係，當一個人完成咗內在嘅清理，佢嘅頻率會同步影響整個集體意識。你每一次嘅釋放陰影，放下不合頻道，選擇真實，都會幫地球集體意識寫下一種長年累積嘅抑壓。如果想進一步處理更深層嘅陰影，建議大家喺接下嚟呢5個月，可以透過書寫同自己進行深層嘅對話。以下有5條問題送俾正喺度經歷冥王星逆行嘅你。第一條，自2024年11月冥王水瓶新時代正式啟動以嚟，你嘅能量有啲乜嘢嘅變化？而呢啲變化究竟已經穩定咗，還是依然喺度掙扎？第二條，從你嘅陰影無聲入邊睇到乜嘢重複嘅課題，而當中教到你係邊啲嘅功課同成長？第三題，如果冇恐懼嘅話，你會變成一個點樣嘅人？你又會過點樣嘅生活？第四，你而家已經準備好要重生嘅部分，究竟係邊一個部分？係一段關係、一個身份，還係一個信念？第五，究竟我可唔可以帶住更多嘅慈悲，重新拾回自己嘅主權力量？唔需要去急住揾到答案，而當中亦都冇標準嘅答案。書寫嘅過程本身就係一場療癒。當你將藏喺心底嘅聲音寫出嚟，不但可以為自己鬆綁，同時亦都可以解放集體意識當中長年累積嘅抑壓。你要記住，你從來都並不孤單。你嚟到呢一度本身就係帶住神聖嘅使命。地球需要更多覺醒嘅光，所以你先嚟到呢一度。無論經歷幾多動盪，無論人際關係、網絡同身邊嘅環境點樣變動，都請你唔好迎合外界嘅規則，追求表面嘅人氣，而妥協你內在嘅指引。保持你嘅主權，你就會一直走喺屬於你嘅道路。逆行從來都唔係災難，其實逆行先至係真正嘅禮物。順行係負責顯化，逆行負責進化。而你經歷嘅每一個空虛，每一次嘅看透，每一次嘅放下，每一次嘅人際關係重組，都係你靈魂主動選擇嘅升級。當你回望今日，你一定會明白，喺呢5個月入邊，係你人生最關鍵、最值得感恩嘅一段蛻變期。而呢一段嘅時間所做嘅所有內在工作，面對陰影、篩選真實、放下過去、信任過程、拾回主權，都係為你嘅新地球版本而鋪路。無論你而家係處於迷惘、清醒、痛苦或者平靜，
都請以溫柔善待此刻嘅自己，亦都唔需要太過執着近期社交平台嘅掉粉、人際關係嘅變動，呢啲都係冥王星逆行幫你做嘅頻率淨化同頻篩選，留得低嘅先至係真正懂你同你共振嘅靈魂。如果喜歡有關新地球意識嘅內容，歡迎訂閱、點讚、轉發，讓更多覺醒嘅靈魂相遇。感恩遇上，我哋下集再見，將滿滿嘅愛同光送俾大家。